我預計去完呢個旅行翻嚟咧，我就會去見醫生再驗血，就睇下啲數字靚唔靚仔。大概做3至50下都得嘅。Hello， 走咗嚟練習嘅，一陣間我要去教課啦。而家就練3至5，教埋今日咧，我聽日黃昏我就飛啦，飛去清邁。去成11日咁多，一去玩咧就未必咁集中去練習，想 tune 個人 tune 得靚仔啲，但希望唔好咁走位啦。因為玩成11日咁耐都差唔多接近半個月㗎，就係咁咯。好啦，而家睇下個狀態先。鏡中我都覺得 OK 嘅，但係都出現咗少少問題。我自己之前咧爭啲又走翻落去傷個盤骨呢個位，佢一唔小心跌翻落去咧，佢就壓住我呢個位咧，我呢個位一壓住呢度就會痛嘅。咁嗰日咧就未去到呢度，就已經喺呢度痛，所以咧就想穩定佢啲，因為我盤骨始終係歪啊，啲腰歪，總之全身都歪嘅時候咧，佢要穩定喺中間，其實都有少少角力嘅 feel 嘅咁樣。預計去完呢個旅行翻嚟咧，我就會去見醫生再驗血，就睇下啲數字靚唔靚仔。經過我差唔多90、11，依家11月都差唔多過啦，3個月嘅努力，咁睇下嗰個數字可唔可以回復翻一個靚仔啊？即係做運動做得多啊，同以前一樣，就會呢啲位咧好似黑眼圈好勁咁樣咧，可能運動多啦，咁同埋而家我偏早起啊，我比較早起咁樣，咁可能一改變之後，可能個身體需要一段適應嘅時間，咁所以咧就好似好殘咁樣啦。不過我以前都係㗎，跳得多咧，我呢度都好似突然間多咗個眼袋咁樣。好啦，咁我開始練習啦，好想最主要都係 tune 翻呢一個位碼住佢。咁其實係11月28號，聽日星期5，今日星期4啦，聽日我出發。咁我練3至5，咁已經不經不覺係第39次啦。而家做個 forward bend。你大概做3至50下會嘅，就將佢拆開幾組，完成大概最少都30下啦。做咗一陣，但係頭先你睇我來來回回咁樣咧，我都呢度起碼都有成5至10分鐘，需要幾多氣量㗎？咁你慢慢呼吸，慢慢做，慢慢做。開到埋呢一度，帶到你嘅上身同下身都可以穩定。嗱，你落去咧就會好想壓呢個盤骨落去咧，佢就會 jam 住你個盤骨，你就會睇空間俾啲腳落啦，啲手落啦。feel 到個大髀好緊，哇！好，又一理解。行到落嚟先記得同大家講拜拜，下次第40次再見。